我的鸡翅。你说什么？这啊，我买回来了，吃，腌太辣了，特别好吃。小雅，我就说是你嘛，我刚才把你看成尹思成了，是不是？长得那么长的脚，然后满嘴的牙齿，那个手爪子这么长，他就这样看着我，可吓人了。还好是你，小雅。小雅，我找到你说的源头，那个源头就是尹思成啊，就是尹思成那个混蛋，那个冷血无情、没有人性的东西。他毁了我的人生，他毁了我的爱情，我的一切都被他毁了。所以我要找到根源，我要消灭他，我要干掉。你要消灭尹思成？对，我要干掉尹思成，我要把他变成烤鸡翅，然后把他大卸八块，把他穿，把他。送我回家吧，我累了。把车开过来。飞扬，啊，鸡翅。什么？我的鸡翅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辣。不许说出去啊！好的。这包装好硬啊！赶紧开车。去哪儿？陆家巷小姐是吗？陆家巷10号。